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这一期咱们不聊胡适，咱们聊一聊胡一静老师和他的俄罗斯亲人。破天荒呢，这个胡一静老师最近对俄罗斯表达了一种或者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忧虑和哀伤。这个事情是怎么导致的呢？起因是什么？起因是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可能放弃修复俄罗斯仅存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这个航母，要把它拆了卖废铁。胡一静老师根据这个新闻，他感受到了这个俄罗斯帝国的衰落。他说，库兹涅佐夫号作为唯一现役航母，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象征，也是俄社会信心的一个支撑点。如果它被作为废铁拆除，俄罗斯将成为没有航母的国家，那是一个时代的告别。这胡一静老师恐怕还忽略了这个正能量。黄俄比较喜欢说的什么上三长下三长，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又分上三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总之，这个黄俄正能量比较喜欢这么分法。如果库兹涅佐夫号把它拆了，卖破烂卖废铁，那么俄罗斯就成为联合国五常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航母的国家，也是别具一格，这个别出心裁啊。这个胡一静老师说，他说库兹涅佐夫号虽名义上是现役航母，但实际上它已经在修理厂趴了近8年，被一些人形容为一大桶受诅咒的螺栓。库兹涅佐夫号建造于39年前的苏联时期，2016年曾经在叙利亚沿海实施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展现了俄罗斯的大国威力。但是2017年，他拖着数公里长的黑烟经过英国附近海域时，又受到广泛的嘲笑。英国将它称之为耻辱之船。胡一静老师说，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这个在2016年部署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展现了俄罗斯的大国威力。我们先脑补一下，这个伊斯兰国是什么个组织？他们手上就是一些匕首，还轻武器，这个 RPG 5连发，连重武器都没有，是什么人肉炸弹就这些东西。胡一静老师说，库兹涅佐夫号部署到这个叙利亚沿海打击这些伊斯兰国，展现俄罗斯的大国威力。胡一静老师恐怕这是高级黑。关于库兹涅佐夫号，它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可能要把它拆废铁，给它卖破烂。这个库兹涅佐夫号可以说是叫命运多舛，从它诞生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是一路坎坷。可以说，这个库兹涅佐夫号给俄罗斯丢的脸，远远比他挣的面子要多得多。接下来，这艘是俄罗斯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但它似乎总是以一种老烟枪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那滚滚的黑烟仿佛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它还活着。本期视频就带您了解这艘出海就冒黑烟的航空母舰。在设计的时候，这艘重型航空母舰原本计划命名为苏联号，但1982年当它在苏联乌克兰铺设龙骨时，却被命名为里加号。1985年下水时，它又被改名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号。而到了1989年进行海试时，它又被改名为蒂比利斯号。当它即将服役时，苏联海军却没有准备好，当时没有航空队，没有它能够加入的部队，甚至没有能维护它的基础设施。蒂比利斯号的首任舰长亚里金承认，苏联海军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艘航母。1990年9月19日，蒂比利斯号被改名为库兹涅佐夫号，而正在建造中的姊妹舰被改名为瓦良格号，它就是我国辽宁舰的原型。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随即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就如何处理黑海舰队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乌克兰宣称库兹涅佐夫号是乌克兰的财产，并命令该舰留在乌克兰港口。1991年12月1日，在乌克兰人忙着投票支持独立的同一天，库兹涅佐夫号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命令下离开了黑海，前往了摩尔曼斯克。此时航母的建造尚未完成，库兹涅佐夫号被迫离开了造船厂，最终停泊在了一个缺乏所需基础设施的港口。1991年1月20日，尚未完工的库兹涅佐夫号被委任为俄罗斯海军的旗舰，不过直到2年后它才有了舰载机，又过了3年它才完全投入使用。该航母于1995年在地中海进行了首次部署，部署工作持续了3个月，它在地中海进行了演练起飞。虽然库兹涅佐夫号是一艘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拥有的固定翼飞机航空母舰，但它只是外表壮观而内在十分简陋，
它体现了俄罗斯海军想要维持庞大海军的形象。库兹涅佐夫号在首次部署期间就出现了配给用水不足的情况，船员们一天只有20分钟的用水时间，因为船上的海水蒸馏器坏了。除此之外，库兹涅佐夫号的8个压力锅炉推进系统极不可靠，它曾多次失去动力，一动不动地停泊在海上，因此很多时候库兹涅佐夫号是被拖回港口的。在2016年的叙利亚战役期间，库兹涅佐夫号不得不由一艘拖船陪同。事实证明，这非常有必要，因为库兹涅佐夫号再次失去了动力，幸亏有这艘拖船，它才能回到港口。据西方消息称，库兹涅佐夫号上舰载机的数量比合格的飞行员还要多，但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第一艘航空母舰的首次部署时，却发生了相反的事情。当苏联第一艘航空母舰基辅号准备进行首次部署时，只生产了6架雅克38飞机。为了让基辅号再看起来比实际更强大，苏联军官下令在每次起飞后重新涂写机身编号，这招成功欺骗了美国。当时美国媒体报道称，基辅号上搭载了至少60架飞机，而实际上只有6架。虽然库兹涅佐夫号是一艘航空母舰，但从法律上讲它却不是，因为根据蒙特勒公约，超过15000吨的航空母舰禁止通过土耳其海峡。俄罗斯想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们将库兹涅佐夫号称为重型载机巡洋舰。文字游戏人家是玩得明明白白。在俄罗斯海军服役的30年里，库兹涅佐夫号只进行了6次短暂的部署，分别是前往地中海和大西洋，大部分时间它都停泊在摩尔曼斯克的船厂进行维修。据统计，库兹涅佐夫号平均每年出海时间约为15天，只有在2016年的叙利亚战役中进行过1次作战部署。然而在叙利亚部署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库兹涅佐夫号冒出的黑烟。产生黑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使用低质量燃料、操作人员没有预热燃料等等，但越来越明显的证据表明，最可能的原因是航母老旧的动力装置造成的。在库兹涅佐夫号30年的职业生涯中，总共只在海上度过了450天，它的动力装置磨损不应该到达这种程度。有报道称，在它的8个锅炉中有4个需要维修更换，推进系统和机械磨损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航母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2016年在叙利亚部署期间，2架作战飞机在着陆时坠毁，其中1架苏33飞机拉断了拦阻索，冲出了甲板。幸运的是，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几天后，3架飞机起飞，但只有2架成功降落在舰上，因为第2架飞机着陆后，航母的4根拦阻索中有2根断裂。第3架飞机的飞行员被命令在航母周围盘旋，等待机组人员修复。然而1个小时后，这架米格 29K 飞机燃油耗尽，飞行员不得不弹射逃生。2017，大家看一段视频。这个库兹涅佐夫号从他服役以来，基本上3天2头就要去大修，就好比一个老干部长期是在这个 ICU 病房，一看到伊斯兰国这样的目标，把他派出去，结果就这样自己还失去动力啊，还靠拖船把他拖回港口。一个伊斯兰国就打成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伊斯兰国这个念的咒语吓坏了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胡一进老师恐怕不太了解，库兹涅佐夫号部署到这个叙利亚，这唯一一次战斗部署去真的实战去，不是演习，是派战斗机去轰炸，结果，对吧？又一次啊，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这个展现了俄罗斯的大国威力。你说从这个角度说，这胡一进老师就是高级黑。当然，胡一进老师他对库兹涅佐夫号后面的维修，他似乎也知道一些。他说，库兹涅佐夫号2018年进入船厂维修后，发生了包括船坞沉没、起火等多次事故，离复航越来越远。据报道，库兹涅佐夫号上的一些水手和飞行员已被派往乌克兰前线，即使该船能够重新入列，缺少操作手也是重大问题。因此，有西方媒体称，普京已经将这艘军舰遗忘了，尽管它作为一个符号，仍然被俄罗斯军队紧紧抱在怀里。这个回进的同行们应该非常熟悉。为什么要修？因为你修它，修8年、修10年，大家有钱花，所以下面一定会不停的打报告，也大谈分析论证修这个库兹涅佐夫号意义。这不就是要经费吗？而且这个维修费用是1年比1年多啊，要超预算了。这个俄罗斯它也有婆罗门，百万曹公之所系，这个多少人靠维修这个库兹涅佐夫号生活啊、吃饭、发财。那这次俄罗斯国防部为什么痛定思痛，不再修了呢？因为实在是没钱了。这个俄罗斯并不像那些黄俄那些正能量
所宣传的越打越富有，真的是越打越穷。胡锡进老师说到库兹涅佐夫号，媒体常会提到他姐妹舰瓦良格号另一个命运。瓦良格号因为苏联解体未能够完工，后来乌克兰将它卖给大国，经过改装和升级，它成了大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也成为人民海军的一个新起点。说到这儿的时候，不知道胡锡进老师怎么看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劝乌克兰投降。也就是说啊，如果没有瓦良格号，没有乌克兰，对吧？大国恐怕航母还是个梦。胡锡进老师说，印度也买过一艘小一些的俄罗斯航母，成为印海军主力的维克拉玛蒂亚。也就是说，连印度人家都打肿脸充胖子，硬挺着让维克拉玛蒂亚航母在印度洋上没事出去溜一圈，显示一下存在。但是你看，俄罗斯已经实在耗不起了。胡锡进老师感叹道：“他说，大国和印度的蓬勃发展，激活了苏联时期的旧航母，而库兹涅佐夫号却在俄罗斯手里奄奄一息。库兹涅佐夫号的悲剧命运是俄罗斯国家命运的缩影。看看，作为正能量大 V， 作为头部黄俄，胡锡进老师涉嫌开始唱空俄罗斯了。库兹涅佐夫号是以解体，对吧？而告终的。那胡锡进老师某种意义上，他就在暗示俄罗斯恐怕也要解体。库兹涅佐夫号的悲惨命运，它就是解体，用气枪把它割成一块一块的卖破烂，这不就是肢解吗？胡锡进老师说，就是俄罗斯国家命运的缩影。那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俄罗斯面临的就是肢解。我们再往下看，胡锡进老师下面写的更有意思，把他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也发挥到极致。胡锡进老师说，人们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顶住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压力，乌克兰战争似乎展现了这个帝国实力强大的另一面。这个角度的确有它的真实性，但它又只是观察俄罗斯的角度之一。也就是胡锡进老师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那简直是勇往无敌，他一个人顶住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压力。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这表现啊，胡锡进老师还是以颂扬、以保为主。但是胡锡进老师看不到的是，这么一字长蛇阵、钢铁洪流、闪电战1小时22分，最后打成国土防御战。现在打成什么？打成俄罗斯纵深天天都遭到无人机的轰炸。俄罗斯把他的战略轰炸机弄到1万公里以外的北极圈什么挨着美国那边去了。俄罗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遭到轰炸。俄罗斯现在取得的占领的这些领土啊，基本上都是刚开战的时候趁乌克兰不注意占下的。虽然打了3年半，俄军并没有占领更多的领土，他每占是0.3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要死一个人。这个应该是美国是卢比奥说的，还是经济学人也说过，靠大量的俄罗斯士兵死亡才占那么一点领土。但是这个在胡锡进老师嘴里面变成了俄罗斯实力强大的一面。不知道俄罗斯到底强大在什么地方？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好像是乌克兰的10倍吧，人口是它的3倍4倍，打一个乌克兰打成这样。胡锡进老师说，他说纵观俄罗斯周围的地缘政治形势，人们不难发现，乌克兰战争消耗掉了俄罗斯的大部分资源和能力，它并未带来俄罗斯影响力的扩张，而是导致了该影响力的进一步萎缩。你看胡锡进老师这样说的也比较靠谱了，也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一下是得不偿失，消耗掉了大部分资源和能力。这和胡锡进老师一贯宣传的是俄爹越打越富，越打越有钱，越打越强壮，似乎口风发生了变化。不知道胡锡进老师这个是自由发挥，还是说他接到了某些，或者他窥探了某些风向的变化，或者是他接到了某些指令。但是也许是胡锡进老师有点飘了，开始自由发挥。毕竟最近指数涨了很多，但是胡锡进老师恐怕他的股票没涨，指数涨了，他股票没涨，那就相当于他赔了。这就是胡锡进老师他的算法。毕竟胡锡进老师说过，看别人赚钱啊，炒股赚钱比他自己赔钱还难受。胡锡进老师又说，他说就在本月初，俄罗斯前盟友阿塞拜疆因为俄叶卡捷琳堡发生迫害阿塞拜疆人的严重争议事件，对阿境内
俄罗斯媒体机构和一些俄人员实施强硬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记者被特种部队押送者的照片被广泛传播，成为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公开羞辱。阿塞拜疆还宣布关闭其境内300多俄语学校。如果在过去这个人口只有1000万的南高加索小国，绝不敢对俄罗斯这样冒犯。南高加索还有一个更小的国家亚美尼亚，居民主要是东正教徒，与俄关系更紧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同为前苏联国家，因为纳卡问题长期冲突。俄罗斯支持宗教文化上相同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因为是突厥文化，与俄关系复杂。2023年9月，阿塞拜疆以武力方式占领纳卡全境。由于失去俄罗斯的支持，亚美尼亚向阿塞拜疆妥协。亚美尼亚认为俄不可靠，威胁退出俄罗斯主导的吉安组织。这一次，阿塞拜疆在前苏联地区再次带头高举起不再忍受俄罗斯的大旗，这被广泛认为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反俄行动，而是代表了外高加索地区更深刻的地缘政治转变。俄罗斯的力量正被挤出这一地区，土耳其的影响则长驱直入。说到南高加索局势了，南高加索这局势实际上它的病根还是在俄罗斯。如果不是俄罗斯这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在那挑拨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早就问题都解决掉了。这个俄罗斯在那儿南高加索在亚美尼亚驻军，但是他又不去实际承担帮助这个亚美尼亚，因为他不敢得罪阿塞拜疆以及阿塞拜疆后面的土耳其。所以俄罗斯他在南高加索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他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一边拿捏亚美尼亚，因为亚美尼亚离开俄罗斯就不行。亚美尼亚那个时候还不敢去找北约找欧盟，一边也去威胁阿塞拜疆，所以吃完原告吃被告，在那儿从中渔利。为什么这个实际上符合这个俄罗斯利益？也就是只要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两人对着干，那它的重要性就出来了。但是按照胡锡进所说的，这一切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年半以后，俄罗斯已经精疲力尽，瞅准了这个机会，阿塞拜疆人家打出了第一枪。阿塞拜疆的总统直接就拒见普京的这个私人特使。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拒绝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私人特使，也就是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库连科夫。本来是跑来跟这个阿利耶夫要见面，不知道给带了什么普京的口信，给大哥一个面子。大哥以后等大哥缓过来了，我一定报答你，绝不亏待你。你也知道大哥就是要个面子，但是人家阿利耶夫这回人家没打算给普京面子，连这个普京的私人特使面都没见。这个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还跟这个亚美尼亚的总理帕西尼扬，只有这俩国家元首在阿布扎比举行了突破性进展的谈判。什么意思？不要中间商，人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直接见面，直接谈判。那要不然有俄罗斯这个中间商在里面，一谈不好，二对吧？还有大量的利益要给这个俄罗斯，何苦呢？所以人家直接见面，直接谈，双方多年的恩怨马上就要化解。此次会谈在阿布扎比举行，据称富有建设性，重点讨论了边界划定、赞格祖尔走廊以及签署全面和平条约的等问题。赞格祖尔走廊又跟大国的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你看，没有了俄罗斯，什么事都好办了，什么事都变得简单了起来。胡锡进老师又写道，他说人们注意到中亚地区的斯坦国们也在进一步远离俄罗斯，去俄罗斯化的在整个前苏联地区方兴未艾。这胡锡进老师为什么不访问一下？为什么这些国家都要远离俄罗斯呢？如果说仅仅是一个国家说要远离俄罗斯，那是说明那个国家不行，没眼光，没高度。如果是两个国家要远离俄罗斯，那也是两个国家有问题。为什么跟俄罗斯挨着的10几个国家，大部分跟俄罗斯都是要远离呢？你看胡锡进老师自己说的，去俄罗斯化在整个前苏联地区方兴未艾。胡锡进老师为什么不替他的俄爹想一想，这俄爹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的邻国如此厌恶他，如此害怕他，如此想远离他？
这胡金老师又说，他说乌克兰不久前击毁了俄罗斯多架战略轰炸机，这会对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形成削弱。现在又传出俄唯一航空母舰寿终正寝的消息，加上外高加索的最新脱俄行动，这一切构成了全景图，描绘了俄罗斯的衰落。你看看，胡金老师现在也承认俄爹衰落了。不过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出有那么一点哀伤，淡淡的哀伤。实际上，咱们平心而论，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早一点解体，早一点对俄罗斯好，这个道理实际上不难懂。因为库兹涅佐夫号这个航母，即便你花了大价钱把它修好了，你相信它真的能起到作用吗？这个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这一辈子就没起什么作用，除了烧钱。烧的钱出来还是冒黑烟，这黑烟已经成了库兹涅佐夫号的一个身份标识。美西方根本就不用什么雷达追踪它，那都有点多虑了。肉眼观察都能看到，库兹涅佐夫号出港了。根据风速，再根据烟的飘的角度，可以测算出这个库兹涅佐夫号它是航速是多少。这个库兹涅佐夫号的敌人不是美西方什么海军，它的敌人是美西方的这些环保组织，他们每天的抗议库兹涅佐夫号，你这个碳排放是多少？胡金老师最后还在鼓励他的俄爹，充分体现了只要人不死，那就还有希望；只要人不死，只要嘴还在，那就是胜利。胡金老师这么说的，他说：“俄罗斯并非一个已经坐到轮椅上的老人，前苏联国家仍没有哪一个能真正挑战他。”就是我不知道胡金老师这种斗争的观念从哪儿来的，就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他幼年开始接受这个教育导致的。就是说前苏联国家没有哪一个能真正挑战他。我不知道他这话说是什么意思。这个前苏联国家为什么要挑战俄罗斯干啥？人家只是想远离俄罗斯，人家自己过自己的，不想跟你在一起。人家向往文明，向往自由，人家要摆脱俄罗斯的控制。我没看出哪个国家是主动挑战俄罗斯。不要说前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了，就连美西方也没有说谁挑战俄罗斯。所以你看胡金老师他满脑子里面斗争，还是一种丛林法则啊，认为不是我打你就是你打我，反正世界就这么回事，弱肉强食。不是他们挑战俄罗斯，只有这两种可能。这胡金老师对整个西方来说，俄手里世界最大之一的核武库依然保持着威慑力，这个是胡金老师现在唯一赖以这个欣慰的，就是俄爹手上还有大量的核武器，谁敢动俄爹？不过胡金老师也承认，他说，但是俄罗斯的确来到旧俄国崛起之后最孱弱的时期。你看看，又唱空俄罗斯了。人家俄罗斯是越打越富有，人普京都说了，他 GDP 增速在世界第4，世界第4大经济体，远超德国啊，超过日本了。这胡金老师在这儿要犯错误了，这个宣传的方向跟普京似乎不一致了。胡金老师说，关键他的科技和经济都落后了。看看他于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将第1名宇航员送上太空，建造了人类第1座核电站的苏联，在科技上后退了多远？关于这个，我有我的看法，但是不一定正确，说出来跟大家这个借鉴一下。前苏联取得了这么多成绩，这是板上钉钉的，这是客观存在，确实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前苏联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什么第1颗人造卫星，第1名宇航员，前苏联还拿了很多诺贝尔奖，什么第1座核电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犹太人在前苏联，他们更多的是在科学战线上。苏联一解体之后，很多犹太人就回到了以色列，这是普京自己也说的。普京说，在以色列的很多俄罗斯人比什么以色列人还多，那都是苏联解体以后这个生活在苏联的前苏联地区的这些犹太人，人家回到以色列。自从那以后，也就是1991年以后，俄罗斯拿过什么诺贝尔奖吗？俄罗斯还有什么建树吗？高级的人才都走了。胡金老师说，外高加索地区是旧俄国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的，现在土耳其的影响卷土重来，这大概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知道胡金老师写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既然说这个外高加索是俄罗斯从土耳其
就这个奥斯曼帝国手里抢来的。奥斯曼帝国那不是土耳其前身吗？奥斯曼帝国也被肢解完之后成了土耳其嘛。那既然这个俄罗斯也要失去外高加索地区，也或者叫物归原主，那土耳其人影响又来了。那么远东呢？胡金老师有没有想过，远东也是俄罗斯人抢过去的？通过几十个不平等条约，对吧？从胡锦亲爹这儿划拉走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什么唐努乌梁海，也就是现在什么图瓦，什么海参崴、外蒙，还有很多地方啊。不知道胡锦老师有什么想法没有？还是说为了让俄爹再次崛起，给俄爹再送点，把抹条河以北划了给俄爹算了？要不俄爹扛不住。俄爹的习惯就是把西边丢了，那从东边他就要找回来，叫东方亮。不知道胡锦老师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胡锦老师准备把自己名字俄语名字要叫好，叫弗拉基米尔·西进，这样看上去跟这个弗拉基米尔·普京好像是兄弟。不过从胡锦老师这个评论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胡锦老师不得不承认，俄爹确实衰落了。但是他这个分裂在什么地方？第一，他承认俄罗斯衰落，但是他不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走向失败，这就是他的矛盾的地方。一面承认俄罗斯衰落了，一面也不承认俄罗斯在战场上根本就打不赢这个仗。胡锦老师一面承认俄罗斯的科技不行，已经落伍了，但是一面又对俄罗斯那个什么40年前生产的那个核武器抱有幻想。你说这不就是精神分裂吗？胡锦老师怎么肯定这个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它不像库兹涅佐夫号一样呢，只是个摆设？什么叫众叛亲离？俄罗斯就是这样。本来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应该跟这些前苏联国家和睦共处，各过各的，大家互相照应一下，多做做贸易就完了。结果普京还是想当大哥，想重新回到什么苏联时期、沙俄时期，还在做他的帝国梦啊，对吧？普京的帝国梦就是俄罗斯人的噩梦。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